虔诚的听众牛杂。现在是前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继续，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62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62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就是解说甲四月5别后5、6年，当有一人来出5首。即马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天5奇月，天上养亲。口里思参，义满自然用柳为冠。又因5去70年，有义菩萨将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当时宪法建立5宗，提集溪南，昌良法师。即马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应地主所问来讲起未来会发生的代志。因为伊的门下弟子问伊讲，以后是毋是会遭受到发难？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讲我灭度了500年就有人呢要来摕我的头壳，这是在前面咱已经讲过去。咱即摆要来解说，就是讲天5奇月，这个奇呢，就是一种医仙的迄个参语啦，也就是医技的意思。讲恁呢？就听我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事先的预计，也就是做一个事先的参语。那这参语是啥物呢？头上养亲，头上养亲呢，就是讲摕这个头壳，目的就是要摕来供养。这个供养呢，敢若亲像友好自己的父母亲共款，也就是讲要摕我头壳的人呢，伊毋是歹意，目的就是要摕去供养。口里思参，就是讲嘴里呢必须爱来食饭。那这又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要来偷摕祖师的头壳是一个人。伊本身呢，就是互人来甲伊买动来，互人甲伊买收来，就是讲伊要来偷摕六祖慧能大师的头壳，要来去供养这个人并毋是讲伊本身来摕，伊乃是用个金钱买收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因为不倒要爱食饭。换一句话讲，就是讲，伊有需要遐个金钱，所以就受人的买收。受人的买收呢，才要来摕六祖慧能大师的头壳。下面讲牛满自然，这个牛满自然就是讲来造具着这个满，这个满就是叫做张正满。造具着张正满的灾难是用柳为冠。就是讲一个姓杨也以及一个姓柳，这两个呢来作为来甲伊办的一个官。那对于这段的因缘，也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本身来预计伊未来的代志，咱即马呢就来根据《传法
正宗记的解说，就是讲玉祖慧能大师入塔迄个时阵，伊遐道众啊，已经想起讲以后啊，有人会来要摕玉祖慧能大师的头壳，因此呢，就将个迄个铁片，也将伊的迄个颔棍迄个所在，将甲保护掉咧。就是意思啊，保护迄个头壳咧，毋通去互家扑去。在开元10年8月3日，在迄个暗时的时阵，敢若有听到迄个塔的所在啊，也有人咧，伫遐伫敢若有要将迄个铁片来甲伊提开迄个声音，啊，就是讲咧有一个铁的声。所以伫遐咧顾塔迄个人咧，惊一个将爬起来，爬起来看到有一个人啊，就住咧塔的所在就走出去，走出去啦，伊当然就讲哎呀，可能是毋是玉祖慧能大师的头壳去互摕去啊？就安尼呢，赶紧啦，就去遐看，甲看咧，将迄个铁屑，就是讲将即个铁片。来保护玉祖慧能大师头壳迄个所在啊，已经有一个夹伫咧。假如讲若是无用过迄个铁片来甲保护掉咧，可能就是头壳去互挂起啊，无一定啦。已经有一个夹。结果呢，就安尼就去报告迄当时阵的官厅。迄当阵的即个官厅呢，就派人啊去追查去掠。结果呢，以后啊，就在因迄个地方。名叫做讲做石角川迄个所在啊，来掠着迄个要来偷摕玉祖慧能大师头壳的迄个贼仔。即马该掠来了后呢，就该问咯，该问伊讲伊是姓张，名叫做静婉，就是张静婉啦。所以伫遮伫讲做义婉之人，就是伫指即个张静婉咯。伊本来啊是属于念州的牛县的人，因为伊去迄个丰州开元寺，受到一个新罗国的出家人，这个新罗国就是现在是朝鲜，就是韩国，名叫做讲个金大比啦。那这个金大比这个人呢，就是啊钱请的。钱请的要去摕玉祖慧能大师的头壳，要创啥物呢？就是要摕转去啊，也要来甲伊服侍，要甲伊供养。那这就是这个张静婉去互人甲伊问，甲伊讲出来一句话咯。迄当阵，这个刺史啊，就要来甲伊刑罚，就是讲要来甲伊刑罚。但呢，刺史想咧，就是讲，伊的要来摕玉祖慧能大师头壳，伊即个用意啊，并毋是讲有歹意，目的就是讲要甲伊摕转去供养。就安尼，才问迄个玉祖慧能大师的弟子，名叫做讲做灵陀禅师。这个灵陀禅师呢，也站在佛法的立场呢。来甲伊讲即个道理，换一句话讲就是讲，冤啊，毋通结，应当来改啦，原谅的意思。那当初即个刺史呢，也了解灵陀禅师的意思，就安尼呢，就无甲伊追求。也在迄个时阵呢，即个刺史名叫做刘武添，或者刘武添。这官令呢，名叫做讲做杨侃，叫做讲杨侃。也迄个贼的名叫做张静婉。所以伫这个所在呢，叫做讲做义婉之难，也就是讲拄到张静婉的灾难啦。也杨柳为官，就是讲迄当时阵在官厅的所在做官来办这项代志啊。这个就是刘武添，这叫做杨侃，所以名叫做讲做杨柳为官。
也在前面所讲的头上拥亲啊，就是讲这个金大比要来取大师的头壳，目的就是要顶戴供养，要参像自己的老爸安尼，来甲伊供养。啊，这个口里私参呢，就是讲这个张正晚啊，咱是接受到金大比的钱，要来夹大师的头壳，就是讲为着三顿，为着伊喙空啦，乃是种不得已的代志。那因此呢，六祖慧能大师在伊要离开世间以前，这款的忏语啊，可以讲是非常非常正确。一点仔囝呢，拢无差错。下边讲又因5去70年，有义菩萨将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当时兴化建立5宗，提集契难，昌良法师。慧能大师又搁再甲因讲啦，讲我离开世间70年，迄当时阵有2位菩萨，这2位菩萨呢，将东方来。那这东方来意思呢，就是在指讲啊，就是在咱中国啊所出世的这个菩萨。咱平常啊过去伫咧讲菩萨啦，可能呢拢是伫指常讲在印度，是讲梁树菩萨啦、马明菩萨啦因遮的人。但即马所讲呢，毋是从印度来，乃是咱中国本身，就是讲东方的菩萨。一个呢是出家菩萨，一个呢是在家菩萨。那这个出家菩萨呢，是咧指妈祖道一禅师；在家菩萨呢，就是咧指这个旁温技术。或者也有人讲，出家菩萨就是咧指方僻虚云禅师；在家菩萨就是咧指这个慧修啊，这2个人。那这呢，当然啦，因4位啊，在当时，同款拢是对禅宗咧有非常贡献的人。讲当时兴法，讲同一个时阵啊来兴法，这个兴呢，就是来兴良佛法，法就是教法众生。讲建立5宗啊。这个建立5宗的意思，就是讲对我的禅宗顿教法门啊，会当我甲伊建立起来。我即句话讲呢，会当我来弘扬我的禅宗顿教的法门，提集契难。这个提集契难，就是讲对于契难啊，会当好啊来继续。来去甲伊兴旺，这个题用当就是固住啦。这个集呢，就是一种的补集的意思，就是讲对于这个佛师，会当啊，搁再来甲伊兴结啊，对于这个佛师呢，会当啊，搁再来甲伊重新昌良法师。那这个昌良法师呢，就是讲对于这个书法的人啦，会当好来昌良。就是讲，会当好培养，会当出去了真正一个后代，名叫做做昌良法师。这是六祖慧能大师的遗言呐。第一个遗言就是讲，伊本身啊会遭遇到灾难。第二个遗言就是讲，伊去世70年了，有2位伟大禅宗的人物啦，会当来复兴南方。顿教之禅，会当出真正一个法师啊，会当好将禅宗呢流传在咱的中国。下面文曰：未知将上佛祖应现以来，传授期待，元岁开始，虽然古佛应世，
以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必报诸佛，书其佛，必写护佛。今现劫苦流顺佛，苦那含摩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文曰，就是讲伊的门下弟子呢，搁再来问啦。讲未知将相佛祖应现以来传授记代。这段呢就是伫问过去的七佛以及将迦叶尊者传来，甲六祖慧能大师拢总呢有33组，都是咧说明过去七佛以及33组。未知将相佛祖应现以来，讲毋知影将这个上面佛甲祖师应现以来，这个应现呢，就是讲应着世间的缘，也实现在世间以来，就是讲到现在时，传授几代，就是讲已经呢，毋知传授有几代啦。元隋开始，讲愿望你祖师呢，会当来甲阮开示。所问的就是讲过去的佛过去的祖师，一直传到现在时，到底已经有几代去已经是传过一代。禅宗对于法的传承非常的注重，所以禅宗约咱三部世界讲起来，从教主释迦牟尼佛一直传到六祖慧能大师迄个时阵，乃至这个慧能大师的门下，搁再开了五宗七派，一直传到现在时来，一代一代祖师有伊真正明确的迄个历史的记载。这点呢是无法度互任何人会当来改变，因为在咱佛经或者是过去祖师大德所做的传记内底已经记载得非常的清楚。也有一种的复佛法的外道，将咱佛教的法统的传承在过去七佛迄个时阵，将这个七佛的名给改了，也然后呢，将咱中国的三皇五帝也列入在迄个道统内底。即马由迦叶尊者传，也传到六祖慧能大师了呢，就又搁再做一寡根本甲咱佛教禅宗不相干的一寡人物伫迄个所在。事实上，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分为临济、曹洞等等的五宗，搁再有这个阳基派甲方量派，名叫做五宗七派。在每一宗每一派内底所传来，到现在是虾米人是第几代，这个记载非常的清楚。并无讲六祖慧能大师以后，这个法呢就另外传对一般的在家人的手中。有这种复佛法的外道，就是讲法已经传在火体，就是讲这个法呢已经传互在家人去了。不过事实上呢，却不是如此。因为咱这个禅宗对法的传承，可以讲就是做一定注重。那咱佛教有佛教的正统的法统，就是讲有一脉相承的这款的法脉伫咧。也这个法脉，一种的复佛法的外道随便甲咱篡改，这咱站在维护、拥护正法的立场讲起来，当然呢是表示极力的反对。假如讲咱连这呢，咱就无关心、无反对。咱要如何当算讲就是一个佛门弟子呢？
即嘛伫即个所在，就是讲将以上佛甲祖师随应咱世间的众生来实现在世间以来已经是传是有几代啦。希望祖师会当来开示。斯因古佛应世，以无数量不可计师呢，就是咧指慧能大师。讲即个古佛的应世古佛的应世就是讲在古早的佛应化在世间。即个应拢是伫指应着众生机，因为佛要来度众生必须呢有迄个众生的机缘。甲人讲若无众生的机缘，伊来世间呢，也是变成袂当达成着伊的教化众生的目的。所以，这个应化众生的机缘，这可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应化在世间已经是无数量不可计。这个无数量不可计，就是讲古佛应世之数无量无边，也无法度以伊这个譬如来去计算，实在是不可思议。从这个久远劫以来，诸佛出现在世间，有2万亿的威音王佛。这个威音王佛应该呢，实在是真早真早的佛啦。但是这个威音王佛呢，就有2万亿，2万亿尊遐尼正一个威音王佛。搁再呢有2万亿的日月定明佛。这个日月定明佛也是过去真早的佛咯。这个日月定明佛毋是一位，拢总有2万亿遐尼正济。搁再有2000亿的分自在定王佛，有2000亿的分自在定王佛。搁再有过去久远的大通智信佛等等实在是无法度算起。那这呢，爱看咱佛文中有真正经典就可以了解。所以伫这个所在，了做慧能大师才讲，古早的佛应现在世间，已经是无一个数量，无法度给计算出来。因为约时间讲起来，过去有过去，过去搁再有过去，过去这个时间实在是无限的。那在每一个时阵，拢有佛应现在世间，也将过去久远劫以来，既然是时间遐尼真长，所以约经典所讲有2万亿的威音王佛，2万亿的日月定明佛，2000亿的分自在定王佛，以及甲过去久远大通智信佛等等这呢并不是一种的无稽之谈。因为历史非常的久远，佛呢就非常的济。这是咱佛教中对时间的看法。当然，咱佛教中对于这个空间的看法也是同款啦，是广大无边的一个空间啦。这呢就跟咱一般社会人所看的不同。咱在佛教就是讲教主释迦牟尼所甲咱开示的呢，时间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也对这个空间呢，也是不可限量，无有边界。所以约时间讲起来，约空间讲起来，拢是属于无量无边。那因此呢，就有无量无边、不可数量的佛，无法度去甲伊计算讲到底过去佛是在偌济。注意看先听讲，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